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署针对婚姻馆、嘉义县机构台南市发布大水河特报，台南后壁区嘉义县各婚姻的水拿乡路因为淹水停班停课。7月2日大罢免失败，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表示讲，伊要承担一切的责任，昨晚已经向赖清德辞职了。东京国际合唱比赛，咱国合唱团受到中国的打压，也毋过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嘛是摕到金牌，在伫台顶唱台湾颂咏。来看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哦，气象署针对婚姻馆、嘉义县市搁台南市发布大水河特报，水利署嘛发布淹水的警戒。咱嘛先来看伫台南的后壁区哦，昨暝就开始下大雨，雨搁落袂离，后壁有真侪所在哦，拢已经淹水了。有一寡车路嘛已经封起来，甚至有所在哦，水是淹到骹头乌。第一台记者李成武哦，即马人就伫后壁区，咱要连线互成武，甲咱讲咱目前当地上新的状况。是目前记者所在所在，伫咧后壁即个长底树啊，对昨暝落雨，落到今仔日咯，中昼同款，这雨拢无停过。意思讲，这个后壁这后游园是拢已经淹水，目前咱看到这水已经淹到记者差不多已经骹头有遮尔啊悬啊。即摆嘛有徛过咧，因就是用这个水闸帮，啊，去有一寡咧抽水的设施，就是惊这雨水一直往内底灌入去哦，这水是下袂离，民众哦是诚怨叹讲哦，这完全就无法度出去，甚至真侪所在拢已经封锁线，互伊足无奈。比进前的迄个巴巴莫拉克更较悬，阮进前内底无济，我今仔暗规个内面全部房间内底全部嘛拢是。啊，这上严重的一届就对啦。对。啊，大概淹上悬到倒位，还是几公分？我门口到这差不多7、80公分。目前中午是预计送出600个便当。那比较淹水的部分，看现在因为淹水的部分哦，水都已经蛮高的。我们目前的话哦，我们目前撤离的话是撤离在活动中心，总共有8个人。哦，那经由那个消防队就把他救出来。他目前是直接收容单位有5个男生跟3个女生。公所拄则是提供后壁6个社区600份的便当，国军备军团来帮忙斗送。目前是已经至少有8人撤离，灾害应变中心嘛已经提升到2级咧开设。师傅讲哦，这目前是已经启动全市66座的抽水站，甲513台山顶特色的抽水机咧运作。水利局嘛已经讲有团23万的这个沙地啊，甲3600份的3600片的这个炸水泵分散去各区公所做运用。这回这大水雨实在是有够严重，就希望讲这灾情莫搁扩大。以上是记者李成武伫台南的连续报道。感谢新武哦，因为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影响，嘉义县嘛对昨半暝开始落雨，一寡所在哦7点钟内就落超过300毫米。嘉义县的破厝、太保、各民雄、六卡等所在嘛拢淹水了，某所在哦已经淹到看袂到路。嘉义县政府今仔透早嘛赶紧来宣布停班停课。六卡乡的乡长叶手组织车辆，搁驶过来淹水的所在。透早伫嘉义县六卡乡的一寡砖头，因为落雨造成淹水，已经互原本的路拢看无，上深的所在已经淹到骹头乌。因为我们六角大排是固堤，啊，伊固堤吼，即马雨落甲已经拢溢提出来，就是满出来。但是六角大排贯穿阮六卡乡有13个砖头，啊，所以地书吼，真侪砖头拢有淹水这个问题。那有关于一些淹水的村庄啊，我们会再跟水利单位跟中央，那好好来讨论。那有没有办法用人力的方式，那能够再强化它的这个抗水的韧性，那能够让大家早日这个摆脱淹水之苦。除了六卡乡以外，嘉义县的破厝、太保、新港、鹿草、真侪乡镇市拢有淹水的状况。嘉义县政府是临时伫早时7点45分宣布停止上班上课，有真侪民众是已经出门要去上班。快要到公司了，然后才说宣布那个停班停课啊。对，但是就是说还是先进来看一下，然后再离开这样。可是雨下很大，水也蛮高的。是大概就8点还是7点50几分才知道啊，他都已经去到公司了，他去到云林的公司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必须得回来啊。嘉义县政府表示，超过300毫米的雨量，维护排水的状况，造成一寡道路有淹水的问题，已经实施预防性的封路，会看刷落来落雨甲退水的状况来随时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礼拜哦，全台湾各地天气拢会真无稳定哦，中南部嘛，会继续落大水雨，其他的所在嘛落阵雨。另外，本地哦已经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的低杂草哦，又搁增强做轻度风台咯，是往中国移动。也毋过哦，风台的外围环流嘛是影响台湾。
风台德泽草对热带低气压在27增强，佮变做轻度风台。气象署指出，虽然会压中国去，不过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因为中度风台科罗莎离台湾真远，行的路线嘛对咱无影响。8号台风竹节草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是位在琉球附近的海域。今天呢，大致在琉球附近的海域附近，打转滞留之后呢，会逐渐的开始往偏西北的方向移动。那至于在9号台风科罗莎未来的移动方向比较偏北上面移动，并且呢，比较不会影响到一些附近的陆地。气象署表示，对拜暗时开始，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会下大雨，也是大水雨。北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卖落阵雨。气象署讲，拜3直到礼拜，虽然水汽会变少，也毋过中南部地区也是会继续落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含落西北雨。在不稳定的天气之下，其他地区呢各地都有可能发生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伴随可能有雷击、强阵风这种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因此，未来呢如果有在户外活动的话呢，都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各地头天气拢无稳定，山区嘛因为落雨，土马较会含水，土石可能会放落来。地势较低所在嘛较会积水、淹水。气象署提醒民众，较莫伫这段时间去山区和溪边，避免发生危险。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一个陈小姐哦，伊指控讲，一个伫网络顶头真出名姓王的减重医师，收上100万的费用哦，他已经捌做过切胃手术的阿嫂，搁再做手术。伊阿嫂伫手术后2日就不幸过往。医师佮病院的声明是表示讲，这案已经进入司法庭事，是无方便表示意见。他在北部是找不到任何医生愿意为他开刀的，因为他是高风险群。家属伫平台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讲伊的兄嫂林小姐找到专工来高雄小港一间病院，找这名姓王的盲肠医师替伊做减肥手术。想要到初10开刀，隔2天伊出现喘气袂顺，甚至佫有唔知人的情形。12紧急送医大病院抢救，也是救无转来。所家属伫咧整理死者遗物，才发现有足侪代志无符合情理。王明宇医师亲口告诉我，是因为他要找外院团队来开刀，要聘请麻醉师。我询问他，请外院团队，不是小港安泰医院本身就应该有的设备吗？家属质疑医生的资格甲手术规定的合法性，同时佫用各种的名义甲死者收100多万的钱。对此，院方表示，王医师确实是因病院的医生。立卫生局第2日前往病院稽查了后，表示医生的资格甲手术拢合法，不过超收钱的部分已经违法，除了相关罚25万以外，也要求相关人士甲超收的费用还给家属。医疗机构不得违反收费标准，超额或擅例收费项目收费，违者将依同法103条规定，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本局将依法处办，并命限期将超收金额退还。家属表示，因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查清真相，莫阁有人受害。里面对家属的指控，院方发表声明回应，针对林小姐的事件，因表示遗憾，认为本案已经进入司法阶段，目前解剖报告也被公布，因无方便对外表示意见。记者柯家驻高雄高雄仓报道。昨新地5号乡的双龙水墙发生撩溪意外，一个姓曾的教练哦，互水流架起渡水，送病院嘛救无回来，也毋过详细原因是爱个厘清。山林内面回流的声音，强要砍过所救病员的声音。伫咧新竹县的5号乡，这个正热门的撩溪景点双龙瀑布，而且发生不幸的代志。有一个人伫咧撩溪半路，45岁姓曾的教练，敢若互错漏的溪流降去，流进化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一间企业社一行8人，包含2名教练及6名学员，前往五峰乡双龙瀑布参加溯溪行程。其中1名教练不慎遭翻滚流卷入。救起时有生命迹象，经现场人员持续 CPR 后 ，AED 评估仍不建议电击。本来花花喜喜去瓦滚大自然，却伫双龙瀑布发生悲剧，尾下家属决定放弃急救。最近天气多变化，过头了定定有雷阵雨，南北基山顶溪仔边一定要注意地形加水流的变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一带通联客运驶经过光复乡的市区，向向去弄到路口的电箱哦。这个司机无停车，佮继续驶，路尾是停伫路边的电火条的头前。这个司机是讲伊的身体哦无爽快，伊并无啉酒，警方嘛佮了解事故的原因。
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一台通联客运伫路口西关的时，弄到正面的电箱，砰了一声，互路口分子所警员全拢走出来查看，也毋过驾驶煞无停。继续驶，警方随派员四过走找，最后伫500公尺外的小路边，找到这台车停伫电火条前。你是怎样？有点人不舒服啊。你有吃什么药物吗？感冒药。什么感冒药？你有没有喝酒？没有。这个事件是发生伫27早起，一台由姓皮查甫人驾驶的客运伫经过光复路、中正路一段时，弄到路边的电箱。警方对伊酒测并无酒精反应，车顶启动时也无乘客，现场也无人受伤，沿路无车辆受到影响。驾驶自述服用发烧药后身体不适，警方立即通知救护车将驾驶送医。同姓驾驶吴英九，全案依 A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前应确认健康状况，避免因身体不适影响驾驶安全。也毋过，安全司机员伫压缩了后无停落来，最后也将车辆驶到小路边，感受有消极调度引起争议。对此，警方表示，调度属于刑事责任，需要有人伤亡。这个案件只有电箱受损，属于行政责任，而且毋是吊钢冲浪，所以无公共危险记录。目前这间公司无回应，详细驾驶原因也爱个背后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2023年哦，新竹县的第8市路边有停车格放弃，造成汽车并车。监察院公布调查的结果，指出讲附近的建案伫民国96年摕到建照，本地是要起13层楼的百货公司哦。经过2届变更，落尾是起32层楼890户的大楼。监察院认为讲有真侪违规的所在，所以嘛纠正新竹县政府。2023年4月，新竹县竹北一搭路边的停车格熊熊破一空，停伫中面的车直接落落去，引发关注。因为边仔的风采52控建案施工的期间，四边的车路陆续发生5届以上崩落去的事件，民众质疑有关系。监委介入调查，发现有真侪项重大违失，而被宣布纠正新竹县府。我们认为有难脱为特定个案量身定造，更何况新竹县政府这样的一个处理，有史以来也是绝无仅有，就这么一个案了哈。监察院也函请行政院要求所属的单位确实检讨改善，因为这个建案对2007年摕到建照，规划地上13层的商场，煞连续2届重大变更，落尾是变做地上32层890户的住商混合建筑。监委提出5大纠正理由，包含政府飘收了后放令用途的限制，严重伤害到政府的公信力，都市计划审议的同时有出重大问题，时间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等。真的是厂商知法玩法。你看看他自己都很清楚，这本来就是商业用地，只能做商办或者是旅馆等等之类，可是他把它变成住宅用地。高考进前，新竹县府对监察院纠正案也未有相关的回应。不过，相关的案件，新竹地检署也继续侦办。针对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多利建商、防疫机构违反建筑法令，和风采故意库复工。去年7月，检方按照贪污治罪条例，多利罪嫌起诉杨文科等人，但是杨文科伫出庭的时强调绝对无违法多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7月2日大罢免投票，24个国民党立委阁停职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全部拢失败。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今仔伫面册表示讲，执政党民进党着爱负责，昨昏伊嘛已经当面向党主席赖清德辞职咯。林佑昌是表示讲，伊是民进党的秘书长，伊应该爱承担责任哦，所以经辞职。伊嘛肯定罢免运动的志刚哦，爱台湾的行动力。伊嘛强调讲，即马无需要为失败的结果来找借口，应该为未来来找出路。来看今年的汉光演习是10日9暝哦，是史上时间上长的一届演习。动员22000个后备军人，嘛是史上上济。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是针对汉光演习起立欢迎报告，伊嘛指出讲，动员的后备军人哦，那派去原本做兵的单位，训练的效率会较好，所以未来哦会安尼来规划。今年伫汉光哦来展现效能的 M1A2T 的战车，咱对美国采购的第2批42台，嘛伫昨暝送来台湾咯。用乌色防水布包起来，台湾甲美国买的第2批42架 M1A2T 战车，预备透早运出台北港。因为头一批接种的 M1A2T 已经伫今年汉光41号演习公开实弹射击，展现真厉害的威力。
这届汉光创下历史上上长的纪录，也动员6年以来上济的22000名的后备军人。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这是为着验证后备的恢复战力所需要的时间，也发现以原兵原单位的方式较有效率，未来也按呢规划进行。我们让他回到原来服役单位，他临战训练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短，他马上就可以适应了。如果你一律都按户籍地，我觉得这个会不符合我们临战训练要快速。不过，汉光期间发生真侪站行车的事故，引发讨论。郭立雄表示，未来互官兵做好安全驾驶的训练，但是也强调任何意外拢是实战化演习的一部分。也立委建议国防部应该考虑伫战车顶面加装行车记录器。打算以后在战车也来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吗？如果说是为了多一层保障，这是一个研议的方向。但是就在战车它成员上面所需要观测敌情跟操作的界面，包含到射控，恐怕这些东西是另外一个面向。最近，英国航母威尼斯7号号停伫澳洲，甲美国顶联邦共同军演。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出席相关活动的时表示，若台湾发生战争，英国已经做好伫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互认为是英国伫这个议题上强硬的讲法。全世界对于整个区域和平、安全、稳定的关切以及重视。那也同时对于这一个中国的这种威权主义的扩张感到忧心了。我想这也足以显示，我们应该要努力加强的，就是提升我们的战备准备。郭立雄搁再强调，台湾爱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甲理念相爱的国家共同合作，形成弃家主动的力头，避免中国任何要来侵略的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比赛，中国抗议讲要求咱袂当出现国旗，嘛袂当用台湾的名义报名，得爱用中华台北。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落尾摕到金牌，台湾伫台顶是大声喊台湾 No.1， 伫领奖的时候，大家嘛伫台顶唱台湾上用。尼布恩 Chorus。第1位は二分合唱団。第7届东京国际合唱大赛，来自高雄的尼布恩合唱团，日前伫咧民谣组以95.9的冠军摕到金牌。台湾人大声欢呼，不过其实是前一天，主办单位有甲咱通知讲，因有接到抗议，咱伫会场内国旗就要摕来，名也爱自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比赛之前都还在跟主办单位沟通哦，所以最后在不涉及政治的情况之下，让司仪在透过各种介绍的时候，除了介绍 Chinese Taipei 以外，还把台湾也带进去哦。练唱的时候，包括在上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爆发力，或是那个被打压的那种感觉把它唱出来，然后在台上用最完整、最漂亮的表演让大家知道。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昨天穿的衣服是这一次 Net 捐给我们，上面是一个台湾的那个字样的 T 恤，所以他们就在现场尖叫啊，又唱又跳，然后比台湾的方式。包括尼布恩合唱团在内，台湾总共有6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比赛。主办人宋夏光二是伫咧比赛前，也搁伫 FB 放大会内面的相片，会人看到咱国的国旗加中国的5星旗拢有。代志发生了，经过驻日本代表处，也搁随行的立委去交涉。主办单位也是把咱的名改做中华台北，所有国家拢卖挂国旗。一定是坚定的支持我们的这个作为台湾的选手，那我们也要这个跟这个中共这边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其实在国际赛事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政治的打压。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直接站出来说，他们不承认中国解释的2758号决议。而且都是国会，为什么？因为国会有民意基础，国会也没有外交的包袱。我们其实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这样其他国家支持我们才有意义嘛。条约立会拢谴责中共矮化咱国的行为，虽然主办单位也是制作有台湾标识的奖牌，咱国驻日本代表处议员讲，伫过去6年，咱国参加比赛团体拢是以台湾的名义参加，这个今年因为中国的政治监管污染音乐。强调世界上上了解台湾甲中国是无共国家的，就是日本。中国的做法会让看做因家己无自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昏第22届金门长影的游水活动有1000多人参加，包括102个中国选手。今年参加的人数是减真济哦。本地的同齐举办的金门厦门影都，今年陆委会是建议讲卖办，所以今年的活动规模求水真济。
选手拼命向海中冲。第22届金门海上长兴27日历史13号海湾开始，1200个选手内底包含10架02个中国选手，比往年拢有差不多300人，明显人数减少。主要是因为意向到顶办的金溪勇渡今年轮到中方主办，不过伫陆委会表态无建议办理之下划停。很遗憾呢，就是只能说不过去有回来了，对啊，希望以后我们再来一次吧。正常的交流啊，两岸一家亲，好，又开始。对金溪引导停办，中国受罪人拢表达希望两岸应继续进行体育交流活动。不少台湾受罪人也讲原本报名无参加就真可惜。原本是要参加，因为那个两岸的问题很可惜这次没有参加到希望下次可以参加。这摆现场也无看到中央政府体育署代表参加，和在地人讲感觉活动求水。金门县政府表示，有照往例发邀请函，可能因为拄到世大分家行程，才无法度来。相信两岸的这个领导会对我们金门有所支持，可以持续的来进行跟举办。金门县政府进正指出，金溪勇渡有体育难度，也建立口碑甲知名度，停办对金门经济有一定冲击，也反而影响金门未来整体发展。希望只是单一事件，唔通加做常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德国的西南部昨火车败马，至少造成3个人死亡，几个人受伤哦。当地媒体是指出讲，可能是大风雨、崩山土石流哦，所以经过火车哦有2节车厢并过，事故原因嘛可以厘清。这个黄色铺设的火车车厢并车，救援人员甲消防员当咧拍拼救出乘客。另外一部分的人员伫这2节败马的车厢附近细细看咧，看这块架啊，想要理清火车是安怎伫这搭败马。Und dann hat er Knall gehört. Und dann das war ein Kirchenknall. Andere ist gesagt, da war das. Er ist in der Nähe, weil er gesagt, da ist ein Baum umgefallen. 意外发生了后，直升机到现场，甲伤者送病院。这班火车2节车厢伫德国、瑞士、法国交界附近的里德林军店、甲明德京军店之间败马。根据德国媒体引用气象的预报消息，这个地区当日透强风、落大雨，山崩可能是地势意外的原因。Hier starke Regenfälle gegeben, sodass das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 kann man nicht vollständig ausschließen, dass darunter auch noch Personen sich befinden. Ich habe mir sagen lassen, dass auf dieser eingleisigen Strecke der Zug, der Regionalexpress, ungefähr mit 80 Stundenkilometer fährt. Das ist natürlich ein hohes Tempo. 日期暗时大约6点10分，苏当时列车大约载100名的乘客。英文商表示，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大约40公里路段的交通运输暂停。德国交通运输常常因为基础设施真后互人批评，旅客三不五时会拄到慢困，还有各种技术的问题来影响行程。德国政府已经承诺未来几年会投资数千亿的欧元，将铁路系统现代化。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再来看美国的密西根州一间超市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有一个查甫人拿刀啊乌白血，造成11人受伤哦。目前这个嫌犯嘛已经被警方抓起来了。警方接到报案，讲有真侪人被杀受伤，赶紧赶来密西根州这间沃尔玛超市，有伫现场看到人讲，看到受伤的人被抓在，赶紧送病去。警方讲嫌犯是一个人犯案，无啥讲话。1 count of terrorism. 11 counts of assault with intent to murder. Mr. Gilley's history shows prior assaultive incidents as well as controlled substance violations. A motive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第二发生时阵，伫咧现场的一位超市的人客讲，伊看到一个查甫人拿刀刣一个查某的颔棍仔。5分钟了，这个查甫人和5、6个超市的人客围起来，其中一个牙枪对这个查甫人发讲，甲刀放来。这个查甫人是拿话我无咧插啊，拿退后要互大家挨涂骹。Receiving calls stating that there was a man with a knife inside the Walmart store actively stabbing people. At the time of the deputy's arrival, multiple citizens, including one who was armed with a pistol, were confronting the male suspect in the parking lot and preventing him from harming further people and leaving. The weapon used was a folding knife with a 3.5-inch cutting blade.
警方讲，嫌犯是对收运台附近开始抬人，沿路对店内还到店外无特殊对象，是看到人就抬。检察官讲，提出恐怖主义的指控，是因为这边的攻击影响规个社区，唔是特定人，有民众心内惊吓，也严重影响大家日常生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英国一个人体生物的资料库，用11天的时间建立10万个志愿者的医疗影像的资料，佮加上进前50万人回建本望讲会当透过这个资料库来找出一寡老化疾病影响，嘛通来体检、早发现、早治疗。史蒂夫先生倒伫咧协助强健造影 MRI 机器顶头，由检验师依照程序对伊做规身躯的扫描，并接下影像资料建立档案。这是英国自2014年开始的一项计划，作为规个英国生物样本资料库 UK Biobank 的一部分。What this imaging data will enable researchers to do is just to answer questions like, why is it that someone in their early 60s has the heart function or the brain function of someone 10 years older? What are the genetic and lifesty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ccelerated ag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已经退休的史蒂夫是影像资料库计划第10万位，也是最后一位志愿者。My mum in particular at the moment now, she's suffering from early stages of dementia. Close friends have had cancer and things. Giving up my time for medical research, who can learn from people, the lifestyles, the health, and obviously what their bodies are like, which ultimate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going to help medical research for the future. 这项计划除了 MRI， 也个包括电光加超音波检查，影像资料包括脑、血管、骨头、关节、胸腔，一个巴肚各项主要器官，一个组织细胞，做甲正详细。自2003年启动的英国生物样本资料库计划，包括影像扫描的10万人在内，总共收集50万位志愿者的检体样本，包括肺、尿、喙烂。20多年来累积的资料量超过3万 TB。另外，为了要会当有更加完整的时间数列资料，参加影像资料计划志愿者，拢被要求爱每人几年就回来医疗机构，佮重新做这个差不多5点外钟的扫描程序一遍。We can now look at every organ and tissue in the body, and that has helped us understand things like aneurysm risks, how muscle fat is related to frailty, and how liver fat is prevalent in like 25% of the UK population. So we've been able to understand a lot about all sorts of disease mechanisms just from the biobank data.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UK Biobank 的资料库已经经过学术界加科学界发表17000篇研究文献，为了要让互全世界医学一个科学的专业人员，拢会当分享这项资料，并且兼顾庞大资料中心的缘分。资料库是按付费方式提供资料，以种内容自新台币118万到355万。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辑。过来消息，来看伫在草风台昨暗又搁对热带性低气压增强，正做是轻度风台是往中国移动。气象署嘛发布大水河特报咱台湾目前伫低压带搁透西南风所以中南部部分所在嘛落大水河。暗时开始西南风会增强，中南部的雨会愈落愈大，嘛恐惊会落到8月初3有气象专家嘛提醒讲，高雄、屏东雨水嘛真高，要爱特别注意防灾。小区积水，关渡来到水道，有台积电家己厂员工伫宣布停班停课之前，已经来到公司翕到淹水状况。有网友伫留言区表示，厂区伫早起5点外就开始淹水啊，受到低压大甲西南风影响，嘉南地区强降雨无停。24点钟来，嘉义县太保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埔子落草水上，还有台南的后壁雨量也超过360毫米，云林县水林乡累积雨量也突破310毫米。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河特报，提醒云林以南嘉南地区也严防大水河。明显的西南气流的影响，我们提醒从今天的晚上开始，一直到周3的这段期间，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南部的地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原本已经降入做热带性低气压的低在草风台，第27暗8点，佮重新恢复到风台强度。天气卫生署指出，随风台往中国耍动的过程，会引进西南气流，为这方面带来激烈的雨势。回顾顶一个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了后，结果
个高中正开合作风台，果然是2021年的罗比风台。台湾也赶快受到压大西南气流影响，全台连续10日落雨。上次那个卢比台风，它在这个东海这边复合成台风之后，它有引进的西南气流，那导致我们西南部呢有比较明显的强降雨的状况。那么这次的竹节草台风也在差不多的位置，那预料呢也是会有引进这个比较强烈的西南风跟西南气流。雨区部分的话，首当其冲的是这个高雄跟屏东地区。卢比风台迄当时创下风台中雨量排名第2的极端降雨事件。迄当时马祖北港乡金碧村边坡崩起是当地2年来上严重的灾害。新竹港河乡也发生强降雨量和大石头连落来，真危险。随着这场风台将带动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宣布启动激烈大水合作业务部。有高中南部地区落雨会继续到8月初3，爱严防电力降雨造成灾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部早暗就开始落大雨，苗栗台六线公馆乡的出风溪路段崩山路是未通，国道1号的东螺路段嘛因为落大雨，有8台车弄做火，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伫云林的水南乡嘛因为淹水甲未退，佢早起7点外就宣布停班停课。家具甲红架倒啊，拢浸伫水底，民众敢来当坐伫个椅仔，感觉真无奈。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云林2码透早雷公4那兼透风落雨，其中水南乡真侪所在淹水未退，早起7点外紧急宣布停班停课，后民众会当整理家园。停班停课主要是因为要让温的乡亲也让清理家园。鸟松大排那一边，它在出水口跟水利会的那个大排出水口呀倒灌的情形。路林有石头崩落，过路的民众做伙甲乌托邦扛起来。苗栗2市暗时落大雨，台六线公馆乡出风溪路段的边坡，有2个所在石头崩落来，其中26公里的所在有路顶甲电火条啊倒去，砸咧路中央。看要上班的民众敢来当冒险，甲车扛起来勉强通过。骑慢一点就好了，然后路上那么多热心的人帮忙疏导，对啊。啊，你是要去哪里？我要回我的家，当然不方便了。又来讲啊？又绕到72线去。公路局苗栗公务段接到通报，随去修理。早起8点50分恢复单线双向通车，后续会继续清理村的土石。现阶段我们早上接获通报后，已经在8点50的时候，那个路段其实已经抢修成单线双向通行。那后续我们会持续把剩余的摊主方跟路面的一些状况再把它排除掉。国道1号上报136公里，苗栗东路的路段，27半暝11点外当咧落雨，发生8台车弄做一伙的事故，当中有4个大人，2个囡仔送病院。到达现场后，于车辆中救出1名受困妇女，发现为欧卡，随即施以 CPR 抢救后送大进医院。一个50岁姓邦的查某乘客，现场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要是救无转来，落尾手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因那事故的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大雨落袂离哦，台东县的立岛宽高东路的乌桥路段昨暗嘛崩山，大大细细石头啊，甲路拢挡掉的。这条路是通到温泉区哦，所以民众只好驶路，伊个就爱2天哦，才法度来抢通。27暗11点外，立岛宽岛公路温泉路段尾乌桥附近发生边坡土石崩落，造成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二倍里时，公所已经派开口客药厂商到现场救封锁线。不过，立岛乡只敢拿一条宽岛公路，游客甲当地居民拢乘这条公路出入。公所讲，这边一帮主要是受到顶礼拜连续几落天大雨，再加上27一阵大雨，边坡土石含水量伤多，土石相当才会规个崩落。不过石头伤大粒，可能要2天才有法度搬走。这么温泉住落的民众甲游客只好驶较远的行南寮渔港迄边。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台风，只要稍微雨大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岛很像破掉的洞一样，到处都是土石流。为了考虑那个工程安全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开口企业已经在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马上清除，大概要2天时间。乡公所讲，立岛宽岛公路已经争取到4亿的经费，会分期征收，希望会让减少再发生公路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人力银行甲工研院合作，做伙发布2025年半导体人才报告。伫2025年的5月就提供超过34000个工作机会，操作类的人才上欠。另外，美国川普政府按算讲2礼拜内会来公布半导体进口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卖来公布讲半导体到底是要扣偌济关税。
文科生也可以做半导体。那我先自己站在这里先现身说法。工研院的高层讲出伊的经验，为文科背景的分析师转来半导体产业，鼓励非本科系人投入。台湾半导体领先发展，不过上时嘛出现欠工的危机。工研院甲104人力银行合作，发布2025年半导体业人才报告书，估是2025年5月半导体欠人都欠34000人。我们看今年最大的改变就是研发的工程的相关主管，还有相关人员的职缺也窜到第2位，所以看起来台湾半导体产业在上中下游的研发动能蓬勃了许多。根据统计，生产制造类逐个月开的课都有要甲正万个，平均每一个课敢若有0.4个求职者。因若真受欢迎的研发类，嘛开9316个课，一个课平均敢若0.45个人来应。因若操作类的课有7240个，一个课敢若有0.2个求职者，是上较欠人的。另外，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伫当地时间27表示，川普政府会伫2礼拜内公布针对半导体进口的国家安全调查结果，到时无排除会做伙公布半导体商品征收新关税标准。这都是还是一个未定数，但是整体台湾产业碰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未来整个生产制造成本的复杂度会增加，成本也预计会增加。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成本的管控，而是相对成本的管控。就是你是竞争，你还是要比别人能够好嘛。川普嘛讲到，真侪公司会伫美国投资半导体制造业，包括台湾甲其他的国家，都是为着避免受到新的关税的冲击。欢迎台积电2倍股价，早盘虽然有称到1160块，不过半导体关税就伫要到啊，业者拢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8月初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就免做80量表的评估，会当直接来请外籍看护。有民间团体就惊讲，新制度开始实施了后，伊个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时代，甲一寡有长照需要民众来抢看护的资源，这嘛恐惊会造成照顾的资源无够用。这民团和立委召开记者会，因为8月初一开始，80岁以上唔免80量表，就当请到外籍看护。民团指出，这政策实施落去，伊个马上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时代出来请外籍看护。不过，民团表示，台湾一年敢若增加14000个外籍看护，能力根本就无够，可能会致使当前的失智失能患者请无人。可以申请家庭看护工的人数会暴增53万人。这其中，劳动部推估可能有10万人会进来聘雇外籍看护。根据家庭照顾关怀协会统计，目前全台湾差不多20万户的家庭有重症患者长期倒伫咧眠床顶，出门需要塞轮椅，照顾起来非常吃力。民团烦恼政策若是开放了后，外籍移工可能会为着工课较轻松、条件较好，就选择去照顾较健康的时代，也是进一步提出讲要加薪水换雇主的要求。这些被抢攻的重症家庭，他们现在的弱势，他们已经是在边缘即将崩溃的家庭。如果今天移工再有任何的变动，这个家庭就糟糕了哈。23%呢，有听到这些看护工呢，他们有说他们想要换雇主了，那不晓得再来怎么办？那么已经想要换照顾比较轻松的家庭。民团表示，虽然嘛认同政府废除80量表的政策，不过伊也认为政府应该提出一套较合现代需求的评估制度，定出分级的方式来做判断。民团建议较轻度、较健康的时代，会当去使用日照中心的资源，甲外籍看护留予当前失智失能的时代。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屏东李港的在县国小校长李炳武，当年注心本土教育，望讲学生会当来认捌家己的家乡，伊个出册来记录地方学校的演变，嘛甲地方的特色写作歌。校长对教育的热情，对地方文化的重视，可以摕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肯定。来了客，老过时过，来到船体。清溪水流入阮的心内。唱着家己做事做曲的歌，伊是屏东李港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武。这条暖暖爱寮溪，毋但写着地方人文发展，嘛代表着家己伫李港做教育人员，逐工会经过的风景，阁有一路行来的心境。
拄好顺着即个爱寮溪，对盐埔来到里港，对四国来到庄仔地，即个教育的艺术的情怀的故事，互大家老师、学生啊，佮社区大家来唱，吼，希望小朋友嘛会当爱乡土、爱学校。除了写歌，2012年李炳武甲硕士论文出版成册《世纪的永安》，回顾李港国小100年的发展。这本册当时予伊摕到最优台湾文书人员的肯定。毋但李港，李炳武2018出版《盐埔教育志》，记录对台仁科大、屏北高中到盐埔乡的小学甲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伊嘛担任几6间学校的校史编辑顾问。因为这份对乡土教育的热情，予伊得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写这本册就是互伫遮奋斗的人吼，留着一寡历史的记录，啊嘛互一寡读者、读的人了解讲，大家拢伫遮拍拼的故事。李炳武对做老师开始就投入乡土教育的工课，在兴国小的顶仔骹就会使看到学校发展的相片。去年校长阁特别做一块国民学校的牌仔，互大家感受70年前建校的气氛。不管伫倒一间学校教册，李炳武拢会带学生入捌地方文化甲历史发展，互本土教育对学校行入社区。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南投县政府对今年3月开始，嘛推动一个母语的计划，伫各乡镇的图书馆办台语讲故事哦。这个拜道老师整理南投草屯在地故事，讲互大人囡仔来了解。行到草屯这搭，下啊拢甲我看去。南投草屯镇早期是南投交通往来中继站。广告老师讲，民众行到这，嘛差不多搁爱换一箱草鞋，所以换落来草鞋捡做伙就拿上山。伊讲这就是草屯旧名草鞋墩的由来。政府透过制作台语绘本，伫南投成长收雨水的传说。运用图书馆讲故事的活动，毋但推广台语，嘛希望甲南投的故事讲互大人囡仔了解。悬悬的鞋山，迄阵的鞋山足大座的嘛，叫草鞋墩，伫民国以后才改为草墩。我感觉10万箱的迄种鞋看足壮观的。差价。现场除了讲故事，嘛教民众讲一寡简单的台语词，也佫有做手工等等，希望提升民众学台语的兴趣。南投县政府表示，推动母语疗源计划已经3年，嘛透过演习、音乐、戏剧等等的活动来复振台语。就讲三脚埔一坎店，南投市，较老练嘛，就甲这大作吼，甲搭过来这个南投县的地图内底。你若搭了，你就知影讲哦，德山是伫遮，南投市是伫遮。文化局表示，图书馆台语讲故事的活动，到9月进前也佫有10场，希望互民众更较了解南投的在地文化，嘛做伙认捌台语的水。记者辛怡南投报道。来看摕到温布顿球鞋的波兰的网球选手斯维亚蒂哦，因为伊真爱食因故乡传统的料理草莓意大利面哦，嘛因为伊的小解，互这款面是变甲真时行。那么做伙来看卖。斯维亚蒂摕到球后，即天到波兰民众特别到餐厅点这出菜来食。波兰总理图斯克嘛加入网络的讨论，打出家己草莓意大利面的相片。这出古早料理充满妈妈的味，那是伫波兰大汉的囡仔拢知。If you want to feel like Polish kids 40, 50 years ago, you must try it. 波兰人食草莓意大利面已经有半世纪的时间，这其实嘛甲波兰草莓大出真有关系。妈妈原来会特别为无爱食菜色的囡仔煮，伊看来真简单，啊，毋过充满波兰人顶紧的文化认同。No tak jak widzę świątek z dzieciństwem. 要烹出一盘好食的草莓意大利面，上重要的除了正青的草莓，还佫有小可 QQ 的意大利面。上介重要的灵魂配料，还佫有草莓酱糖，也甲用来提升口感的 yogurt， 还是酸奶油。Oh yeah. If you are Italian and you heard we mix pasta with strawberries, that will be oh my God, I can listen to that. But in Poland we have the season for strawberries, and we have a lot of them. And I think that was our grandmas. They think that they will mix it because kids don't like meat and don't like eat vegetables. So they think they will mix pasta with strawberries. They put some sugar in it, and that works. 其实除了草莓意大利面，波兰人的饮食文化一旦讲充满特色，甲台湾人同款，因食鸭血牛肚，还佫会用猪油炒葱头甲香料来做芳的肉酱。
19世纪末，波兰街头出现一种叫牛奶堡的店，专门卖牛奶、鸡卵也加谷物所做的点心。伊伫1980年代共产时期上佳业。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提供补贴，互牛奶堡，或者手头较红的百姓甲劳工阶层食一顿饱。Hi, I'm Monica, and I ordered fried dumplings with sour cream and orange lemonade. My name's Bashemik. I've ordered my favorite vegetable soup. 伫共产主义上强的时期，波兰有4万多间牛奶堡，不过即马敢若剩150间卡刀，这也是波兰经济社会转型的缩影。即马牛奶堡毋但是怀旧的体验，也是当代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对低收入的人来讲，是袂使欠缺的存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寸土寸金的日本东京，伫1970年代正试行一款一间3坪左右、那照花景的厝这几冬因为这个厝拢旧嘛开始咧拆，最近有部分搬去美国纽约来展出，咱嘛做伙来看卖。阿巴型的房间内有眠床、浴巾对外的窗，甲电话收音机、吸盘播放设备。这间虽然细，却设备齐全的主体，就是日本东京代表性建筑中银加隆塔。1960年代，当时日本建筑师、设计师联手推行的大社运动事件，建筑师河川纪中设计出这座由110座的加隆互相嵌合而成的主体了后，1970年开始动工兴建，搁伫1972年完工了后启用。The Nakagin Capsule Tower i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metabolist architecture, an architectural movement that started in 1960 in Japan and viewed architecture, buildings, and cities as living organisms that could grow and evolve and change over time. 只是随着使用年限，这个加隆主体开始出现漏水、后期现象。虽然真侪厝主支持重建，不过最后跳图公司伫经济衰微的时期破产，造成无缘重建。摆伫建筑中有15间加隆房的前厝主前田达志，也加做建筑保护甲修复的核心成员之一。一直到2022年4月，中间加隆塔因为旧啊被堪力使用，开始进行拆除，保留14个加隆了后，开始运去各地博物馆展出，协助国际人士了解日本的建筑历史。其中一间编号 A1305 号的加隆房，就送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What we see is this miniaturized living interior or an inhabitable capsule that is about 100 square feet large, and it was intended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spend the night in Tokyo, especially if they were workers or salarymen. 因为加隆房的用途一直演进，嘛加做学生宿舍、图书馆，甚至对街房。这场展览有计会继续到明年的7月中旬，让参观的人好好体验加隆塔的多重生命。公司新闻陈时同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